来看香港的二红基金宣传讲投资因的基金利润至少有8%，伫台湾嘛卖出超过2000亿。也毋过，这个基金伫七日宣布破产，上班的投资人受害。民众党的立委赖香伶今仔甲受害者开记者会，指控讲设伫台湾的调付公司甲二红基金根本就是同一间公司，讲这是一件诈骗的事件，要求政府应该协助被害人甲钱讨回来。我们的钱不一定拿得回来，可是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就是持续去祸害我们的亲朋好友。看二红基金公职负责人高调秀出并且出席高级场所佚佗的画面，施小者心情是真低落。家己甲亲人汇款钱摕去买基金了，就安尼无去啊！就算其他受害者组成自救会，也是讨无，因为有真侪业务员都惊做受害者，甚至自救会群组组织受害者报警或者是诉讼。叫我们不要去告业务，甚至恐吓说业务要是被抓去关了，就没有人帮我们处理什么基金赎回的这件事情。民众党立委赖香伶甲受害者律师开记者会表示，二方用伫台湾卖甲遮尔顺利，全部是靠伫台湾销售机构、调付财富管理公司、甲下卡业务人员的推广。不过进一步追查，销售资料显示，两边并不是代理关系。甚至让金管会甲调查局的空棒，在侦办期间将这金额碰中20倍，本来应该保护民众政府三正做帮凶。希望查出他在台湾各地的代销机构的营业处，找到这个销售人员之后，我们循线可以进行司法上、刑事上面的一个追偿跟诉讼的一个程序。他在108年的时候，其实检调就已经去做这个搜索承办的动作，这公司还继续做这样的销售行为那该公司的业务人员难道完全不知道他所销售的这个产品是非法的这个境外基金吗？尤其是这个整个组织结构，那势必是超过3人以上那会属于这个加重诈欺。赖香伶除了希望受害者勇敢站起来以外，也呼吁政府协助被害者了解境外诈骗金流的去向，还原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采购